佮来看到，即阵有台湾的艺人讲收到中国北京影视公司的批，讲若准配合因发布指定的内容，就会去到小界去中国发展的机会，一当会当赚上千万，甚至佮要招台湾的艺人来做政党，目标就是2026年的选举。内政部强调，人民有组政党的权利，毋过袂使受到境外势力的指示甲赞助，违反国安法会当关7档以上，罚1亿的罚金。台湾歌手谢和弦进前特别采讲，收到自称是北京珠江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的批，讲若伫个面册发布建构新型两化关系内容，对斗相共介绍中国头路，年收集大票千万，有邀请艺人组成台湾拥护党参政。因为正前网红波特王杜拜亚出中共当今邀请网红去对华拍片，佮引起中共文化通奸手法的讨论。你现在在影片当中把中国的好话说尽，到底是真心觉得好，还是因为你收了钱只好说中国好呢？政府要密切的来注意它哈，任何的这个新的一些发展趋势，我们都应该谨慎小心。立委质疑中共通奸做法已经扩大到文化高度层面，要求政府反制。那谢和弦艺人何以期16日也伫面册发文，受到同款的批，佮强调几个月进前已经收过1摆。组一个党。然后，而且要找于天当党主席，这个算是很荒谬的事情。我会更怀疑说，这是不是这个民进党党内的新一波的政治斗争？还要成立那个政党，这跟我们台湾的政党成立是有很大的出入。所以我个人认为，通通都是假新闻啊。批内底讲到组成台湾拥护党点名民进党前立委余天做党主席，佮计划2016年投入地方选举。余天甲这个进程拢无回应，暗过批出来已经引起讨论。立委会咧透过相关单位查证真假。这个情况有一点真假难明了哈，所以我们现在还在透过相关单位去掌握到底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。内政部也是警人民有主动的权利，暗过并接受境外势力指示资助，才被正做通奸工具。照国家安全法规定，违反的人相关应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，1亿以下罚金；违反反信托法应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或1000万以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